睇過最近傳媒新聞，就看到風災都已經為幾張嘢咧。不過為到本學生就係加到恢復正常嘅生活，大部分嘅貴中貴校都照年代計劃正常嘅開課。就算禮拜水災壓嚴重，當到學生嘅信心力受到嚴重嘅傷害。不過學校還係想盡辦法，透過普通嘅課程，幫小朋友教到恢復平靜。尤其係針對經驗長途小學一年級嘅先生，涵蓋投入咧最多嘅關注。進去要先量體溫哦。開學咧，本來應該要做新支付做新海，我要衝800水仔，日本學生啊是做啲松鼠空空來上課，並年亮學校本嘅新書包。開心，因為東西都被抽走了，然後還學校還有在發，覺得很污染。為什麼？因為家被沖了，所以只能領錢省一點用。數那年新海面紅都係滿足嘅笑容，經過800水仔嘅災難，物資貴校嘅小朋友變得很難健康。韓國經驗就係讀貴校2年級嘅學生來講，雖然講多類型嘅朋友，不過上述嘅學校生活還係本家長動手親身陪佢哋讀書。第一次上課總是會比較不放心嘛，而且總是要帶小朋友適應一些環境啊，對，而且怕他會怕啊，還不知道能不能適應啊，因為環境啊，還有就是空氣還很不好，都要戴着口罩啊，小孩子適應看情況怎樣啊，就是不放心，還是要陪過來。大概也是用耐心啊，然後就陪他們度過這段時間，差不多慢慢的就會適應了。因為畢竟到一個新的環境，本來就要大概1個月到3個月的摸索的時間。天天發拍嘅容額大概已讀小秘密，就算經過無情嘅800水災，文字貴校大部分嘅小朋友還係勇敢嘅面對。數天年數歡喜啲嘅搞，就算係貴校2年級嘅學生啊，記得摸操然摸腦，顛倒係種歡喜嘅心情，能驗證再後嘅未來。下個新聞7分之田淑靜，地編導嘅採訪報道。